入行9年嘅谷子喬卸下唱片公司一姐光環之後，資源大減，依家已經成為獨立歌手嘅佢，過去1年幾轉戰內地同埋過大海揾食，主力舉辦巡唱同埋接商演。近日更被發現連較低檔次嘅酒吧 show 都照接。網上流傳 Hana 上個月喺台山一間酒吧開 show 嘅相，戴頭巾嘅佢企喺約12人台面積嘅小舞台，一邊唱歌一邊同台下觸手可及嘅酒客握手。由於人數眾多，佢忙於應對，唱到連外套跌膊，露出半邊背心都無暇整理。不過見觀眾反應熱烈，不停近距離狂影佢又派心，佢亦唱得開心投入，揮手又360度自轉，表現專業。據行內人士透露，接類似嘅酒吧 show，唱幾首歌嘅歌酬約5.5萬至8.7萬港元不等。雖然唔少港星，尤其女藝人怕場面混亂而拒接，但實屬係快靚正嘅筍作。至於係咪覺得紆尊降貴，就見仁見智啦。隨時升呢為新一代酒吧天后嘅 Hana，16號喺尖沙咀嘅酒吧街舉行歌迷慶生聚會，吸引到100位歌迷帶齊燈牌，同佢預祝11月24號嘅39歲生日。期間佢大唱金曲同切蛋糕，又同歌迷合照同收禮物，場面熱鬧。問到生日有咩願望，佢就話啦：身體健康，開開心心，青春美麗，揾好多錢，買好多嘢。冇啊，你可以好多，想買樓，想買好多嘢咯。